申命記第13章，你們中間若有先知或是做夢的起來，向你顯個神蹟奇事，對你說：我們去隨從你素來所不認識的別神，侍奉他吧。他所顯的神蹟奇事雖有應驗，你也不可聽那先知或是那做夢之人的話，因為這是耶和華你們的神試驗你們，要知道你們是盡心盡性愛耶和華你們的神，不是。你們要順從耶和華你們的神，敬畏他，謹守他的誡命，聽從他的話，侍奉他，專靠他。那先知或是那做夢的，既用言語叛逆那領你們出埃及地、救贖你脱離為奴之家的耶和華你們的神，要勾引你離開耶和華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，你便要將他治死，這樣就把那惡從你們中間除掉。你的同胞弟兄，或是你的兒女，或是你懷中的妻，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，若暗中引誘你說：我們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來所不認識的別神，是你四圍列國的神，無論是你離你近離你遠，從地這邊到地那邊的神，你不可依從他，也不可聽從他，眼不可顧惜他，你不可憐恤他，也不可遮蔽他，總要殺他。你先下手，然後眾民也下手，將他治死，要用石頭打死他，因為他想要勾引你離開那領你出埃及地為奴之家的耶和華你的神。以色列眾人都要聽見害怕，就不敢在你們中間再行這樣的惡了。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居住的各城中，你若聽人說有些匪類從你們中間的一座城出來勾引本城的居民，說：我們不如去侍奉你們素來所不認識的別神，你就要探聽查究，細細地訪問，果然是真，準有這憎惡的事行在你們中間，你必要用刀殺那城裏的居民，把城裏所有的，連牲畜都用刀殺盡。你從那城裏所奪的財物都要堆積在街市上，用火將城和其內所奪的財物都在耶和華你神面前燒盡，那城就永為荒堆，不可再建造。那當毀滅的物，連一點都不可沾你的手。你要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，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誡命，行耶和華你神眼中看為正的事，耶和華就必轉意，不發烈怒，恩待你，憐恤你，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，使你人數增多。